主后2023年4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靠上帝得胜有春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书亚记第10章第1节到15节。耶路撒冷王阿多尼西德听到约书亚公主哀城、太死哀城的王，甲因完全遭灭，亲像以前对待耶利哥甲伊的王相款。佮听到基遍的居民甲以色列人订和平条约，甲因徛起，就真惊，因为基遍比哀城较大，亲像一个京城，佮城内的人拢熬烧台。耶路撒冷王阿多尼西德就派人去见希伯伦王和罕、亚末王比兰、拉结王雅菲亚，甲伊基伦王底璧讲：请恁来援助我，咱斗阵来去攻打基遍，因为因甲约书亚以及以色列订和约。对安尼，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亚末王、拉结王、伊基伦王这5个阿摩利王，拢带因的军队组织扎营伫基遍的对面，要进攻。基遍人就派人去吉甲营地见约书亚讲：你毋通求手放杀你的奴仆，求你赶紧来解救阮，帮助阮，因为住伫山区遐个阿摩利王拢组织来要攻击阮。约书亚就甲伊所有的战士以及强猛的勇士对吉甲出发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毋免惊因，因我已经将因交伫你的手，因无一个人会当抵抗你。约书亚对吉甲透面上去，突击阿摩利人。上主互因伫以色列人的面前起混乱，以色列人就伫基遍甲因大大拍败。对着因到伯和伦上骑的路，甲因拍到阿西加甲马基代。因伫以色列人的面前逃走，伫伯和伦落骑的所在，上主对天落大炮拍因，直到阿西加甲因拍死。遐个互炮拍死的，比互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较济。上主将阿摩利人交互以色列人迄日，约书亚伫以色列人的面前对上主讲：日啊，着停伫基遍的顶面；月啊，着停伫阿雅伦山谷。日头就定定，月就无震动，直到以色列人拍败因的对敌。这事有记载伫雅煞年记。日头停伫天的中央，无紧紧落去，大约有1日久。迄一日，上主听人的祈祷，以前以后拢无阁亲像安尼发生，是因为上主为以色列交战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倒来吉甲的营地。靠上帝得胜有春。耶路撒冷人知影以色列人已经攻下耶利哥甲哀城，就和基遍人同款惊以色列人。总是耶路撒冷王听讲基遍人甲以色列人签订和约，就派人传话互其他4个阿摩利王讲：请恁来援助我。咱斗阵来去攻打基遍，因为因甲约书亚以及以色列订和约。阿多尼西德深惊干那靠家己无法度得胜，
就邀请四个王做伙出征，掠做人济势强，就会当得胜。做是胜利的关键，其实在伫上帝是毋是有三角行。基遍人一个受到攻击，就往约书亚求援，请求毋通放手蹛边仔观看。甲顶边无忍受基遍人的礼物无共，约书亚即边已经记取教训，采取行动进前，先求问上帝，搁得到上帝回应。毋免惊因，因为我已经将因交伫你的手，因无一个人会当抵抗你。约书亚找到秘诀，求问上帝正做行动的起点。伊深知，若每遍征战拢有上帝同行，就的确会通胜利。直到再到第10节讲到，有上帝同行的以色列军队所向无敌。阿摩利人惊吓失措，不断逃走。上帝毋但甲以色列人同行，甚至降冰雹攻击阿摩利人。毋但安尼，约书亚伫以色列人面前向上帝祈祷，上帝毋简单出手相助，阁互日头、月亮停调无震动。最后，以色列人靠着上帝帮赞，赚赢5个王所组成的联军。这互咱明白，上帝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连日月星辰伊拢掌管，搁见证上帝是天地的主宰。毋管古今，面对战事发生，国家领导者拢需要针对战况做出适当的调整甲应变策略。2022年2月，俄罗斯单方面以非军事化、去纳粹化的名义出征乌克兰。乌俄战争爆发，引起国际对俄罗斯的挞伐。总是俄罗斯总统普丁要坚持出兵，毋愿意和平协商。乌克兰对抗俄罗斯，若亲像小虾米伫逐大海岸，本地会真紧就通分出胜负。总是因为各国同情乌克兰，提供各种军援和资助，战争并无亲像普丁打算的安尼速战速决。尽管世界各国不断呼吁停战，俄罗斯要一意孤行，讲伊若像风迄伫后脑壳。今仔日的经文也反映出国际革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各方盘算着家己的国家利益，做出对家己上好的决定。因为上帝介入，互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帮战基遍人，将阿摩利人拍甲落花流水，金死死。约书亚即边出征是带着上帝应允，充满信心，勇敢征战。对经文通看到，约书亚掌握秘诀，深知倚靠上帝就会当得胜到有剩。咱身踮现代，有时阵也因为情势所逼，就靠着血气做代志，想找人革命来解决问题。总是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，应当倚靠上帝，伊会带领咱征战，搁得胜到有剩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看见上帝同行的契机？我是毋是看见上帝同行的契机？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互我亲近你，互我确信你要带领我行人生的道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